这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参议院伫昨昏通过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甲税收有关系法案，而且甲川普几项国内重大政策拢写入去法律内底。另外嘛，互这美国的国债增加3.3兆美金。这个法案刷落来要送去众议院审议，川普是希望会当伫7月初4美国独立日送去白宫，予伊签署。We had a big day today. The bill pass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the House. 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进前甲记者讲，希望7月初4美国独立日进前，这法案应送至白宫会签署。进前，川普提出的税收甲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大国税的法案，伫参议院表决时阵，由副总统范斯做讲过关。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0, the nays are 50. The Senate being evenly divided, 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民主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苏莫迪投票了后，记者会批评。Paid for by ripping away health care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aking food out of the mouths of hungry kids. This vote will haunt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years to come. 伫参议院53个共和党的人内底，有3人甲民主党斗阵投反对票，才成做50比50的局面。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无参加投票。不过，若参议院表决出现50比50平手的时阵，副总统有权投决定性一票。这是共和党重新执政了后，范斯第一摆用副总统身份使用这项宪法权利。所以，这法案会送共和党压有多数的众议院审议。不过，共和党内依然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真侪位共和党的人已经表示反对参议院的修改。公视新闻，王文玲报道。